外地置業唔使憂，灣區甄選幫得手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Wendy 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套我哋山康嘅租盤，3房2衛，130平方，租金3000蚊。呢個小區係山康農業小區，呢個小區屬於比較高檔嘅小區嚟嘅。樓下就有美宜家、生活超市、藥房、茶餐廳，衣食住行十分便利嘅。行路6-7分鐘就到我哋順昌大潤發廣場啦，行路7-8分鐘就到我哋亞皆老車站。就有返我哋荃灣太子直達嘅車啦，1蚊雞舊生一去到珠海拱北口岸嘅，18蚊 T9 一去到港珠澳大橋嘅。呢個小區樓齡10分，嘅新淨保養都比較好嘅，綠化率有90%嘅，仲有游泳池啦、會所啦，平時喺呢度散步啦都覺得十分嘅舒服嘅，比較清幽嘅。而家我哋上個單位去睇下啦。而家我哋就上到嚟呢個單位啦。一入門佢係一個實木門嘅，用料都好足嘅，都好靚。佢後面係一個到頂嘅鞋櫃，上面可以放雜物，中間可以放鎖匙、放錢包，底下係放鞋嘅。佢仲有一個全身鏡，出門可以照下扮下靚。呢個單位係做咗飛機戶型嘅，佢好似雞翼咁樣。兩邊個好處就係互不打擾到。我哋睇下個廚房先，廚房佢都係做咗兩邊嘅，互不打擾嘅。佢係有抽油煙機、煤氣、雙星盤，上面做咗吊櫃，下面都係做咗吊櫃，收納空間比較大比較多，可以放碗碗碟碟。跟住冰箱，我哋睇下個生活露台，生活露台都好大嘅，生活露台可以放個洗衣機、放掃把、拖把、吸塵器，啲雜物都冇問題。我哋而家去睇下大間房係點樣先。呢個係一個公共衛生間，佢做咗鏡櫃、洗手台、馬桶、玻璃推拉門、淋浴間嘅，有花灑。我哋睇下第一間房，第一間房佢係有11個平方嘅，有空調、有床、有衣櫃，仲做咗飄台。都係朝南向。我哋去睇下飯廳同客廳，佢係餐客一體嘅。呢個餐台呢，平時可以坐4個人，但佢可以打開嘅，佢係圓形嘅，平時可以坐6、7、8個人都冇所謂。你打開咗之後，去睇下客廳。客廳佢係好大㗎，佢個開關係3.5米，層高係2.8米，有梳化啦。有電視啦、電視櫃，仲有個企式空調，都唔怕熱。我哋睇下陽台，陽台係朝南向嘅，所以佢而家都陽光都幾好。佢係望沿廊景嘅。呢個小區嘅院內係做得好好嘅，綠化率好高，係比較高質素嘅小區嚟嘅。佢樓下就係茶餐廳，食嘢唔使擔心㗎，落樓就可以出去食到嘢啦。而且呢個位置一啲都唔嘈嘅，環境比較好，仲可以聞到樓下嗰啲花草香味。我哋睇下休息區先。我哋睇下另一邊嘅休息區。呢個係第二間房，第二間房佢有空調，1.5米嘅大床，跟住呢度係做咗個衣櫃嘅。3邊落床位都好大。我哋睇下主人房，呢個係主人房嘅公共衛生間，做咗鏡櫃、洗手盤、馬桶，跟住仲咗推拉門嘅玻璃淋浴間，入邊都配有花灑嘅。我哋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係比較大嘅，佢有19平方。有空調，1.8米嘅大床，一個衣櫃，仲有一個床頭櫃。佢係朝南向嘅，做咗飄台，都係望沿廊景。呢個小區綠化真係做得比較唔錯嘅，環境好好。今日呢套單位就介紹完啦，3房2衛，130平方，租金3000蚊，基本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業主搞下衞生就可以入住啦，擺個被套啊、床單就 OK 啦。
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聯繫 Wendy，Wendy 為你推介合適嘅房源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